2001年的经典穿越剧《寻秦记》翻拍成了电影，已经时隔25年，为什么影响还是这么大呀？甚至很多粉丝直呼，拍的再烂也要看，青春的回忆呀。而如今电影版《寻秦记》的改编又如何呢？当项少龙乘坐的时空机器将他抛入战国乱世，谁也未曾料到，这部名为《寻秦记》的 TVB 剧集会就此开启华语穿越剧的纪元，并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里。它不再是家长里短的时空纠葛，而是一把插入秦朝历史的密钥，为后来步步惊心等无数穿越作品提供了最经典的叙事模板。这种现代思维与古代规则的碰撞模式，在当时真的是非常新颖和颠覆。剧集改编自黄易的同名小说，但编剧团队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软化处理，他们淡化了原著中冷硬的政治和技术辩论，转而将叙事核心放在了情感、角色关系和命运上，这让历史能否被修补的宏大命题落地为项少龙一个个极具代入感的私人抉择，要不要扶持嬴政啊？要不要为大局牺牲眼前人呢？等等。剧集关心的并不是改不改得了历史，而是当你知道结局还愿不愿意承担过程。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宏大的理想，大多数人其实都很自私。对于许多70后甚至90后的朋友而言，它不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是成长过程中的文化陪伴。剧中项少龙凭借现代知识和港式幽默，在古代开挂的剧情暗合了香港在特定历史时期那种文化自信和北进想象。同时它也是 TVB 制作转向的一个里程碑。作为第一部到横店取景的 TVB 剧，它让香港影视人深切地感受到内地资源的磅礴，悄然拉开了 TVB 影视人北上的序幕。可以说剧版《寻秦记》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用40集的内容为大家构建了一个既可嬉笑怒骂又可深思命运的情感空间，所以它成为最经典的一部穿越剧也是无可厚非的。如今《寻秦记》播出25年后，手握原班人马这张最大的情怀王牌，电影版《寻秦记》的回归注定是万众瞩目的。从商业角度来看，它无疑是成功的情怀杀。影片上映后，瞬间在陆港两地掀起观影热潮，内地票房约合计2.65亿人民币，港澳票房冲破7000万港币，刷新了多项开画纪录。在港产片略显沉寂的市场上，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呢。对于与 IP 同步成长的中年观众而言，看到古天乐、林峰等人时隔多年再度演绎熟悉的角色，那份熟悉的配方带来的怀旧情绪真的足以让人热泪盈眶，所以这才是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寻秦记》电影的原因。但是当情怀的潮水退去，影片在叙事和创作上的潦草和失范便显露无遗了。最核心的尴尬在于，电影似乎陷入了为情怀而情怀的窘境，忽视了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很多人都指出影片主线剧情单薄，整体结构如强拼硬凑，为了照顾老粉丝，片中还插入了大量电视剧片段作为回忆，但这种做法只会让人感觉是凑时长，并且反派科学家穿越回秦朝只是为了冒充秦始皇的动机显得过于儿戏了。伪装被李斯一眼看破的情节更让这个角色的基本设定跟他的行动轨迹完全充满了矛盾感，并且电影的动作场面虽然有洪金宝的团队坐镇，但呈现效果不如人意。千军万马的秦军竟然被寥寥数人的现代小队轻易击溃，这是不是有点扯犊子了呀？当然电影也并非完全无亮点，它还是让大家思考了一下，英雄老去，历史是否真的回到了正轨呢？电影结尾也提供了成败两种结局，它成功的唤起了情怀，但却在如何用一个扎实的新故事去承载这份情怀上交出了一份相当差劲的答卷。其实《寻秦记》电影对于大家而言是一次与25年前的自己重逢的仪式。当年追剧的少年少女，如今大多已为人父母，步入中年，生活被职场、家庭、现实压力填满，而《寻秦记》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通往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大门。银幕上演员脸上真实的岁月痕迹，与角色在剧情20年的隐居成长轨迹奇妙的重合，这种同步衰老带来的真实是任何特效都无法比拟的。所以看这部电影，看的不仅仅是项少龙的新冒险，更是大家对自己过往人生的回望与致敬。如今在港片面临转型和挑战的当下，《寻秦记》的热潮也印证了香港文化 IP 强大的跨代际生命力。它不仅能吸引当年的剧集粉丝，也能让年轻观众通过这个经典故事接触到港式叙事中独特的想象力，以及将中华历史和现代科幻融于一炉的杂糅风格。最终我们心甘情愿为这份情怀买单，是因为它关于集体记忆的保值。在一个变化飞快的时代，那些能够串联起一代人共同感情的
文化符号则显得格外珍贵。电影或许未能完美续写传奇，但它成功的将分散在各处的记忆碎片重新聚拢，让无数个体在黑暗的影院中共享了2个小时的光亮与温暖。这份情感价值或许早就超越了电影艺术评价的范畴。《寻秦记》的25年是一段影视 IP 的旅程，更是一代观众青春的注脚。剧版凭借其开创性、思想性与时代性，成为了无法复制的经典。影版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情怀消费的双刃剑效应。它既能创造票房奇迹，也凸显了经典 IP 重启时面临的故事创新困境。然而，无论改编得失如何，那份使观众走进影院的力量，已然证明了优质文化记忆的珍贵和强大。项少龙的穿越故事或许会告一段落，但关于青春记忆和情怀的《寻秦记》却永远在我们心中续写。